大家好，我係藝人海俊傑。我而家身處喺廣州中山大學醫院附屬第一醫院。我太太患有急性肝硬化，喺呢2日裏邊係醫生係話可以換肝。但係我哋已經喺瑪麗已經住咗20日，喺十字車裏邊咧直接轉介過嚟呢個廣州中山醫院。喺錢銀上咧，我哋咧就係籌好嘅朋友咧，就係已經籌得70萬，但係咧我哋而家係仲爭70萬。我希望大家咧可以，如果可以幫到幾多嘅就幫幾多個，因為每一分每一秒咧都係時間。而家我係可以證明，而家係11月8號，而家係夜晚10點鐘，而家係夜晚10點鐘。我係海俊傑，我唔係騙子，我之後所有好多嘢可以 prove 俾大家睇。我太太係呢2日係可以換肝嘅啦，但係真係好爭好多，真係爭一半錢。我哋籌70萬，而家有150萬，就係因為每一個 patient 都係有病頭好唔同嘅，希望大家可以幫到1分，幫到幾多就得幾多。好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幫忙，唔該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自